另外，8点档演员他们现在要进棚拍片，也得要先量过体温，确定没问题才能够进棚。消毒酒精都会带身边，但不止录影很谨慎。36.4，可以。他交吧。36.4。进到化妆间，每个人都要量体温，量完还要用酒精消毒喷手，就怕有任何细菌跟病毒残留。我们当艺人更应该要这样做。然后再包括我现在像我自己有小孩嘛，我回去其实我自己都会先消毒完之后，然后再进到我自己的家门，然后比如说沙发，有些是可能是上一档也有用的，然后他们我们都会看得出来。基本上我们自己就是表演完会洗手，有时候我甚至也是会在现场就稍微就是擦一下，就注意一下就好了。除了演员，棚内更是进行例行消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文兴。防疫期间，跟我一起宅在家里，追好剧、看好戏，收看多情城市。这不是距离，因为都有爱。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相信，希望永远在，希望永远在。春天，春天，春天，春天一定会来，春天一定会来。Merci beaucoup. Thank you， 谢谢。Danke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감사합니다。 Thank you， 感谢。给我们全世界都羡慕的安全环境，您辛苦了。感谢有你，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收看紫薇，疫情期间直击剧组如何因应防疫新生活。现在防疫期间嘛，真的太可爱，我们不能找零演，所以我们现在零演全部都是我们工作人员。我是同事的衣服，重灾区代表。每个人都超美超帅这样子。演员这个工作风险也是蛮大的。没戴口罩，就是只有怕我们自己会传染到别人，或者是也怕别人传到我。一旦确诊，不是只有你有事。每个人代表一个家庭，若非必要，请你待在家。讲话的时候保持社交距离。戴口罩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很保护自己。来自燕配的小叮咛，多情城市关心您。阿公阿妈您好，你好，我是思思啊，我刘佳瑶。疫情哦，今摆最严重的啦，这礼拜就是端午节啊，咱上好拢是踮伫咧厝诶，莫四界拍拍走。若是啥物有孙啊，就是有孙啊，是有你家己的后生祖囝伫咧外口咧做工课，可能伫北部、中部，毋管伫倒一区咧做工课，就是空的所在做工课，就是千万甲恁交代者，毋通莫甲叫因转来。嘿，因为即马吼疫情最严重的啦吼。大家爱做好这个疫情的防护啦，保护家己。系啊，若无开车，还是讲你若坐一寡公车大众运输就是啥物公车啊，是高铁啊，还是对火车啊，这拢有一寡这种足大的危险性，高风险。对，毋但会害着家己，嘛会害着足侪人。系啊，所以我们不要造成医护人员的负担，也不要成为破口。所以就请这段时间啦，拢莫拍拍走，嘛莫叫恁的孙啊、恁囡仔咧四界拍拍走，拢乖乖踮伫咧厝就好啊，莫去外口。踮伫咧厝爱看多情城市，安尼爱看多情城市，对。看这个刘佳瑶，安怎互出发啦？嘿，感谢，感谢，端午节快乐！端午节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